长辈踏着脚步拍坡仔，对着台顶的老师做运动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罗宁大学已经成立14档，随着99中央节来到，特别推出一系列敬老奖活动。学校特别为了照顾台南地区的乐龄人口，所以说我们举办了敬老活动，尤其是永康地区，永康地区有23万的人口，其实有3万是乐龄的人口。用做高龄友善中心，学校邀请永康在里的长辈来参加，包括着运动健康舞蹈、手工艺、厨艺等系列课程，同时借此纠紧社区关系，提升在地生活品质。我同桥里吼，包括大桥里，阮附近的里，拢是受惠者啦吼。我希望讲，咱乐龄是讲快乐学习，忘掉年龄吼，这是咱上重要的目标。今嘛才迈向高龄化的社会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发挥实质影响力，建立世代共好的氛围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